呢度咧就係中山市人民醫院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。嗱，雖然個名咧係有港澳居民啊，但係其實我哋本地市民甚至係外籍人士咧都可以嚟呢度睇醫生㗎。今日嘅醫者聯盟，我哋就嚟睇下一間三甲醫院點樣幫助我哋嘅居民連接家庭醫療、專科服務同埋港澳醫療資源。嗱，診療嘅第一站咧，我哋就唔係睇專科醫生嘅，而係睇家庭醫生。嗱，相信好多人咧就會好好奇啦。我哋三甲醫院咧，其實專科係好齊全噶嘛，點解會嚟睇家庭醫生咧？其實咧，家庭醫生呢一種講法咧，係一種新嘅一種診療模式，同埋專科唔係一個完全嘅替代關係嚟嘅，佢哋兩個互相配合嘅。因為專科咧，佢係更加專注處理某一種系統嘅疾病，而我哋家庭醫生佢更加關心嘅咧，就係一個整體健康。再到佢個具體嗰個某個系統嘅疾病，有啲人咧佢可能佢長期有幾種慢性病啊，又或者話長期服用好多種藥物啦，咁樣咧可能佢涉及到要去唔同嘅專科門診去開藥，但係喺我哋呢度咧就可以一 set 過就全部搞晒。又或者有啲人咧佢身體佢唔舒服，譬如話啲人佢頭痛，最常見嘅係考慮係一個神經系統嘅疾病，可能佢應該去睇神經內科專科，但係佢亦都可能係一個心血管疾病嚟嘅喎，又甚至話可能佢個情緒個障礙引起嘅頭痛，咁樣子咧，佢一時之間咧未必知道個問題係出向邊度，咁我哋咧就會先做呢個整體嘅評估，再幫患者咧安排合適嘅檢查，呢場咧就轉診專科。同時咧就係話，有啲人佢專科睇完之後，佢後續嘅隨訪，佢都可以返我哋家庭醫學科。咁患者嚟呢度睇病嘅話，係咪同去香港睇病係一樣嘅咧？係嘅，因為我哋呢度嘅醫生同埋護士咧，都係接受咗呢個英國皇家家庭醫學會嘅培訓，但係我哋同香港咧亦都有少少區別。嗱，去香港嗰度睇過病嘅人，佢都知道，佢睇完家庭醫生之後，如果佢去睇專科，佢要攞埋張醫生嘅轉診紙先可以去睇專科。但係咧，我哋呢度嘅最大區別係點咧？我哋喺個院內轉診，幫你 book 定咗專科醫生，係只有大量嘅時間。同國內嘅區別係咩咧？就係話你會發覺我哋同病人傾嘅時間會特別長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呢個診療模式決定咗，我哋係要有更加多人文關懷，我哋要傾聽呢個患者嘅訴求，我哋更加注重佢全身健康。咁嚟呢度就診嘅患者嘅話，如果想對接港澳醫療，我哋係咪都可以滿足到呢？係嘅，咁我哋係依託我哋中山市人民醫院大灣區醫療集團嘅強聯合，咁樣子咧，我哋可以協調到國際嘅一個醫療資源，譬如話我哋平時講嘅跨境嘅疫苗啊、藥物啊，我哋去安排香港醫生嘅視頻諮詢啊、跨境會診啊、跨境轉診啊，咁我哋都可以協助有需要嘅患者咧，去幫佢銜接香港對應嘅醫院或者診所。過咗香港嗰度咧，佢要繼續治療咧，咁醫療資料咧，我哋都可以協助對接，減少咗呢個重複嘅檢查。我發現咧，我哋呢度嘅護士咧，其實參與度係好高嘅喎。除咗話提供服務之外咧，仲會管理埋患者嘅健康，係咪啊？係啊。一般患者嚟到我哋健康服務中心咧，我哋會對佢進行一個健康服務問卷嘅調查嘅，跟住對佢哋嘅健康進行一個簡單嘅篩查之後咧，再交俾我哋嘅金牌醫生。我哋嘅團隊咧係團隊服務嚟㗎，護士咧會參與平時嘅健康評估、慢病管理同埋健康教育工作。譬如話高血壓、糖尿病患者咧，除咗平時覆診之外咧，我哋就會進行健康管理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醫生負責診療，護士負責管理健康。大家一齊合作，希望可以幫到患者咧控制好啲病咧，仲可以管理埋佢哋嘅健康。喺健康服務中心呢度咧，除咗醫生護士，我仲發現咗一個新嘅角色，就係我哋嘅健康助理。咁你可以幫我哋嘅患者做啲咩呢？患者嚟醫院咧，除咗睇醫生，仲有預約檢查、安排專科、陪診、住院協調等好多事情，我哋可以幫患者處理流程啦，等患者可以安心睇病。想享受港式醫療服務嘅朋友咧，可以通過微信進入市人民醫院就醫小程序，一鍵申請專屬就醫 ID 就可以預約㗎啦。唔識線上操作嘅，亦都可以直接打電話到中心前台，佢哋有專屬嘅服務專員啦，可以幫大家建卡，到場就可以直接就診。好啦，今日嘅醫者聯盟就到呢度，有跨境就醫、港式全科需求嘅朋友記得嚟呢度啦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醫者聯盟。